伫海军兵团南顶头做兵的24岁姓欧的上兵，讲是因为无想要做兵，昨暗10点半趁军舰出海执行征询任务的时阵，却跳入海受水受到和平岛公园来爬上岸，向大船公司的保全讨救兵。落尾送病院检查无问题了后，再去由军方的人甲带倒转去。海军表示讲，真有可能是家庭的问题，才会想要倒兵，目前有在甲伊辅导啊。 刚刚说什么叫我们判断他是不是偷渡客？说什么军人？他是海军的啦，是中华民国海军吗？对，他心情不好，舰上跳。消防人员到现场，一度怀疑这对海内底收起来查甫人身份，经过确认，伊是伫海军兵团南顶，和一个24岁姓欧的上兵。先生的力入海多久啊？知道吗？游了2、3个小时。 这上兵讲，因无想要做兵，才伫军舰出海无偌久了就跳海，受水到和平岛公园，体力未堪了后，找大船公司的保全求助，送医检查无问题了后，就是透早由军方人员带转去。那他其实平常表现的部分都还算正常，但是有一些个人一些小问题，那我们单位也积极在辅导他，继续服役他有一些需要再跟家里面跟单位再做沟通。海军参谋长讲，姓欧上兵已经上船服役4年外，会发生这代志是出来的因素，会搁辅导。因来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40条之一，伫营第7天开始，才看作是逃兵。若伫限期内底回营，伊关必须接受宪政调查，确认有逃兵的意图，就必须来处罚。国防部统计，近5年军事机关以上侦办军人逃兵案是48件，像去年3月金门2大4单的上兵受到中国，讲无要倒来台湾，互检方通缉。因来今年4月，台南步兵203旅出现头一个1年期义务役，搬过枪啊离开营区。5月后成功领义务役4条的士兵回营进前逃走事件。学者讲，国军对过去制式化管理走向人性化，会使互上款状况减少。我想国军目前的进步很快，就是在军队的管理部分也都更为人性，所以类似的这种事件，我想是可以再得到进一步的减低。国防部长顾立勇上任了后，已经宣布取消官兵休假汇报，严格调查立委受到围剿基层官兵的定情，讲部队无落实安尼做。顾立勇讲，会伫部内会议，搁再要求严格执行，拄到状况才需要汇报，来减轻官兵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